啊！少公，刚才快快这位小公公传去了。有一位相公，还有一位小生的，树上俺老太夫人到离婚去嘞。怎么这个上去啊？人家说那个，俺老太夫人是疯疯癫癫的死的了。那你们上船？你一个出家之人，去这个独事相公，做什么啊？他带封书信到离婚去。原来是这一封书信啊！他是心里话，我都要养他。姐，少公快把船撑过来呀！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让我上船。那老婆开了有一个规矩，什么规矩啊？先让我喝了几口老酒。我要喝酒呀！少公，那你快点喝吧。喝了官府酒，让你好饮酒啊！少公，酒一喝了，快让我上船啊！你好像是女生过来的西姑啊！真是，少公怎么知道？那老太不到女贞观烧香，以我有一个小西姑啊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能诗会话，聪明伶俐，讨你欢喜，如香香可口的，大概就是农家。少公快上船！娘亲，拜个后人帅人啊，那你香吗？那我什么去啊？少公，快对，现在我也出来了，我的事也出来了。好，我就匆匆跪下，拜个后人帅人，保佑俺小师他神神当当的随老到死相公。少公快上船吧！不要紧，我上手了。说了啊，太早了啊！船来了那么接听哦哟，被你彩虹到了。少公，太快喽！小幸福啊，请你真心啊，小公先生，心神啊！少公最心爱的小少公，我要惨！我的小儿子我就哭了啊！小幸福啊，请你真心啊！小公随心而动。这就对了。二姑幸福啊，请问你发明计划？你的举
小仙姑啊，我帮你这张新棉拿掉出来，你借我多少银子啊？30。哦，哎，落钱。落钱，太少了。少公，那你究竟要多少呢？我至少有2两。来，我一共只有1两钱。去。夸这呀！我是今天闹着我的，快我这张先去。
要大呀！